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五倍券。所有的五倍券已经伫昨开放到就网注文设定，这个纸本券的部分，咱的乡亲会当到超商，或者是邮局去登记领券。这个超商是9月25来登记，10月初8来领券。那邮局是10月初4来登记，10月12来领券。四大超商为着要来抢人客，拢配合五倍券推出着好康的大优待。上班族大工爱啉的超商咖啡，加上政府的五倍券推出咖啡加码优惠。7指定品项统一星巴克全品项第2杯半价，或者是美式咖啡买1杯送1杯。全家莱尔富大杯拿铁美式买1杯送1杯。OK 便利超商是大杯拿铁25块以上。纸本五倍券9月25会使上网注文，或者是到4大超商机台专人进行现场登记。10月初8就会使伫登记的地点提券。今年的5倍券除了可以使用纸本券之外呢，其实从22号开始也可以来到4大超商，用上这样的机台来进行共同绑定。到今仔日透早10点统计，目前五倍券个人绑定已经超过200万人，共同绑定嘛有超过60万人。各部会注文抽考的加码券嘛真清，包括国旅券超过600万人登记，爱元券嘛有将近90万人，农游券和艺放券嘛超过60万人注文抽考啊。这摆五倍券无需要摕2000块来换，民众会使直接领到5000块的五倍券，嘛互政府的优惠加码，搁变济。